一剔過嘅喎。唉，嗰個真嘢，你都識得咗喎。咁而家咧，我都準備拋上去啦。咁頭先河巴咧就飛到，我而家睇下飛唔飛？哦，10蚊啦價值，咁就許願啦，寫咗，跟住同埋有一個塑膠，咁我有理由相信應該係重用啊，可以。但係頭先第一個係唔得㗎，而家試多次啊！大家新年咧，又知唔知許願樹嘅故事咧？咁就來話俾大家知道。呢個寶牒祈福咧，其實係道教嘅儀式，拋得越高唔跌落嚟咧，就代表願望成真。最初嘅版本咧就係用上石頭，後來安全問題咧就改用鏟，再到而家咧就改用塑膠鏟啦。由於05年圓滿真嘅許願樹難以負擔祈福嘅責任，所以而家兩棵嘅許願樹咧都係塑膠樹嚟嘅。除咗祈福之外，即日起至到初15咧都會有林村嘅許願節，有好多攤檔同埋好多人去玩㗎。我好朋友小文都有擺檔啊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小文咧喺香港咧自己有個農地就種檸檬，咁佢咧做完啲檸檬之後咧，其實就會做一個陳皮檸檬咧，一啱嘅咧，對個喉嚨都好好，我飲過好正嘅。咁就係呢檔啦，咁大家離開林村啦，大家嚟支持下佢啦。